好，我是台南名 AYO。今日吼，我来到启明出版社，因为有一个活动叫做 Garage Sale， 车库拍卖的意思啦。伊会开放因出版社的册库，互大家去参观买册。听讲内底有上千本的回头册，咧拍5折拍卖。到底啥物是回头册、回头书？出版社的册库到底摕啥物型？真正无看过对无？等下吼，带大家来看卖。顺转来甲我的编辑好朋友开讲者，呀！我的朋友启明的编辑廖哥，你好。伊是我全部的朋友内底看上侪册的人，绝对是，所以若是有看册比赛，一定爱找伊参加。你毋是迄个网站顶管写讲有几千本爱参加？你是存货有上千本，然后把每一个品项都摆出来。OK， 我想讲，上千本。因为我们其实有在担心有些人会不会来，觉得怎么那么少？结果这个就是看卖了啊，你可以补回。了解。那有在上面是回头册，因为我这看起来跟新册其实嘛差不多。回头书就是因为我们的书会出货去给书店卖。因为现在书店大部分都是寄卖，他们都不是真的买断，所以我们书出去之后，过一段时间，他们如果没有卖完，他们就会再把书退回来。在这些运送的过程，会有一些碰撞，角落撞到，他们书店会给他盖一些印章啊，贴一些贴纸啊，因为不影响阅读。那些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出货出去卖，是都堆着，然后我们就一段时间找机会出来，顺便也见见读者。我昨有问一个出版社的前辈，伊讲这种台语叫做退册。退书哦，就是退书。像讲有刻到啊，是啊，那拢是一点啊尔，大部分还是跟新册差不多啊。对啊，其实在外面书店有时候也会买到这种书，但在意的人就会很在意啦。对啊，因为其实若是喜欢看册的人，这个时间来买都会好。对啊。安尼恁这几天来买的人敢济？还蛮多的，尤其周末人就很多。所以其实今嘛嘛是大家都会继续喜欢看这种抓本的册。其实一直都还是有爱看书的人就是会看，会买的就是会买。那这一群人，然后我相信这也永远都会存在。刚刚也是看抓本的，较有迄种看册的感觉。这册像讲伊印出来，到又转来到家，伊到底是经过啥物的流程？我们书印好之后，一部分会来我们这里，那一部分我们就会送去给经销商，那经销商就会帮我们把书铺货到各个书店，在某个时间点，就像刚刚说的，它可能就会被买走，这是最好的状况，去到大家的家里。如果没有被卖掉，它就会汇给经销商，然后经销商会就一次再把一大堆书全部再一次寄回来给我们。那安尼意思，有一个时间，就讲3个月还是偌久？我们一次退书几个月退一次书啊？3个月，3个月退一次书，其实时间蛮短。你多好3个月无去洗册掉，你就无看到这本册。对啊，然后它就会退回来，然后中间就产生了这些回头书。像这就是刚刚打一张马克讲偌济钱安尼就摕回来。不是，我们应该要说推荐大家趁新书的时候就要去买，不要再产生这些回头书了。你讲了有道理。像讲你这摆拍卖，像我家无卖了，那家的册要安怎处理？因为像譬如我们这一家，这里有放一些快要绝版的书，其实书都有版权到期的问题。那如果没有续约，它合约到期，那我们之后就要把它绝版。那绝版的书，我们如果还有剩下的话，就是会全部销毁，全部变成垃圾。OK， 像这些被这糊了对吧？对啊，所以像这些回头书也是，如果没有被买走，它最后这是变成是因的迄个最后一关。没错。哇 ，OK， 这是回头册，你后边这是平常就是我们的仓库嘛，所以我们的书的存货都存在这边。后准备拢住你家对。安尼回出版社爱开做这租金来租空间藏册。对啊，就是真的这个库存也是一个负担。然后它书又很占体积。对。而且书还会有折旧的问题。对。你别当更加硬气。对。咱来看嘛，做这册呢？对啊，这里比较多是新书，新书就是会这样一包一包送。所以要放这的库存，其实嘛是爱对啊，空气拢爱注意。对啊，然后我们要帮他们保险这里，因为这仓库用下雨没有发生过漏水，刚好是只有滴到一小部分还好，对啊，但是我们就也是要面对这种可能的这些问题，所以库存其实真的很。所以就是大家册出来了，拜托赶紧去买吼，啊无一直讲你家人做歹保存的啦。临时起意来看伊的办公室之类。快乐读者意哦。希望是。哇，
水啊爸！我唔知影你是遮水准来上班呢。原来这就是做一个编辑的办公室，一定要有做这册。来看一下这个 view， 这个 view 有助于灵感喷发吧。哇，非常高级的一个办公室。我讲实在，遮久无来看过你工作的所在。我想要了解一下，就是出版社的编辑，来问问你负责的工作到底内容是啥物？我比较多是做翻译书，从选书嘛，找到我们要出的书，然后等确定要出了以后，就要联系去跟国外买这个书的版权。那买好版权以后，我们就会拿到书稿，然后我就要去找译者，就要选适合的译者，然后去跟他联络，这嘛是你爱做的哦。对，联络好译者，谈好以后，就开始让他开始翻。那所以这个过程可能就会是看书的长度，可能半年、1年，或甚至更长的时间。那等他翻好回来以后，那我就会开始校稿，就要校他的译稿，然后对照原文，修饰他的文句。等稿子处理好以后，我就要开始找书的设计师来设计书的封面啊，还有它的装帧，包括说要用什么纸啊，里面内文的排版的版型啊，最后就会送去印刷厂，然后就要跟印刷厂联络印刷等等的事，书就终于印好了回来，然后再开始想要怎么卖它。啊，一本册像安尼出来，经过遮侪代志，可能是1、2冬，对，可能，对，哦，甚至更久。你头先讲翻译好势了，转来你搁爱检查，所以你英文做好了对吧？还 OK 啦，还 OK。但是我想要知影你是安怎想要来做编辑这个工作？做侪能力拢爱有，像讲你爱就是你自己的美学品味，你爱要知影讲适合啥物款的封面，还是讲迄册伊的纸的材质，你拢爱去考虑着。因为一开始会做编辑，说真的就是喜欢看书啦，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，然后觉得书有它的力量，有它的价值，就想说想要找跟文字有关的工作啦。那做书起码是做我产出一个我喜欢的东西。你就是真正最爱看册，你的这个工作，你爱看做一个文字，对你来讲其实嘛是喜欢的代志。对啊，对啊。是安怎去想讲，我想要出啥册，你该甲头家提案对不？对，因为就像刚刚说，我平常都是做翻译书比较多，那所以我平常就是收集各种外文的书的版权的资讯。外文书的版权，其实我们不能直接跟国外的出版社签，我们都是要透过一个版权经纪公司。那所以这些中间还有一个人。对，那所以这些版权经纪公司，他们平常也会推荐我们一些新的书啊、书稿，他们也会来介绍。那一方面是这样，另一方面是平常各种无意间看到的其他国家的书，然后我觉得有趣的，就来跟老板提，然后讨论，然后再去问他的版权。感觉你这个工作其实嘛做趣味，你看到一个外国册，台湾拢还袂有人出过。你先看到这个内容，你感觉做趣味，你会想要甲伊奉上互遮的人知影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安尼你推荐一本册互大家，若是你出过的、你编辑的册，你家己上喜欢的一本。上介意这真的很难讲啊，很难讲到底哪一个，因为很多都就是每一本都有不同的喜欢的地方。如果要推，我觉得就先推我们最近最新出版，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艾诺，一个法国的女生作家，她的一本新书叫《如刀的书信》。那这本书是另外一个作家跟艾诺他为期1年，透过 email 进行了一个访谈，访问他各种关于文学，还有关于写作，他的阅读的经验啊，女性主义啊，他的各种的观念跟想法，都里面都有提到这样。介意册的人应该拢是想要表达一寡物件，互其他人知影，因为咱人的历史足长的，人类的历史足长的。咱要安怎甲后壁的人，当出世的人讲，咱即马经历的代志，会当互因减行一寡路。我感觉册这个，就这个载体真的是很赞。艾诺在那本书里面，他就有提到说，他想要写东西的欲望，就是出自于说，他想要保护那些他曾经参与或他曾经见证过的事情，让他们不要被遗忘掉，所以他要把那些东西留下来。因为我自细汉就足喜欢看册，所以迄天去启明会当更加了解册的世界，我感觉足感谢、足欢喜的。想讲传2本册，想要甲大家做伙分享啦。头一本是《如何不孤独死去》，一个足温暖、足古意的故事，看了你会感觉足疗愈的对啊。第二本是这本
如刀的书写，头纸伫影片内底有讲到的。啊，这是启明的头家甲咱赞助的哦，所以这2本册想要抽奖送给大家。啊，详细的办法吼，我写伫我 Instagram， 介意看册的朋友会当去参加哦。好，安尼今日的影片就先到这，后期再会，拜拜。